这里比较松一点，他的感觉就会比较放松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问培训？就是你要去从培训的感觉里面去了解你要怎么去治疗它，然后找问题这样。就像你打的刚第16日的你第一件节目是第16日就了出来有个多了。就像我是네팔 가르치는 게 제가 좋을라 네팔이 순환 때문에 가지고 아니 가르치고 또 가르치고 또 하고 또 그래요. 那当然还有很多地方，像头颅骨可以做啊，肩膀可以做，但是假设我们现在研究颈椎，你就要好好从颈椎的问题去探讨。就像你钱的毛病，但那个是鼓励去了钱有了，你让我这个红包去来了钱有来了，加上他那个这个人生去了钱的点大概了。所以等一下实习你们就专门是从颈，那你也可以做其他的部分啊。但是像我今天这样做给你们看，就是主要就是你对颈椎的触诊啊、活动啊，还有前后的平衡这些都要考虑到。就是他对我说，准备去的，人生去了毛钱，你要实际就现在讲是看到毛他实际什么钱那个来了，对，他对我说个他们人生个的，我觉得当你可能都带的的。所以，例如说，那我刚刚做上面比较松，对不对？当你刚提的是啥了？但是我刚刚做 C7T1 的时候，我只做右边，我左边还没有检查。아니 다다가 주 월 제대로 저기 세원다 C7的中文chế定随处的就介绍了。有时候你做一做以后，然后你再来检查原本没有问题的左边的 C7这个地方，它可能有时候会有问题跑出来。제가 근데 간 참아 제사지네 제세가 저기 C7的지다와이나 아니 들라야 그만就没就老远的车就老远是可以了。所以我现在摸这个 C7这个地方就很清楚，这里面有 muscle 出来。제가 같이 다다 C7的车队，아니 그런 게 muscle 같이 채팅할 때 무슨 등거리 시其实这个地方有好几条肌肉，我们以前有说过嘛。제가 뒤 주는 거 저기 셔팅 마무 주요 뒤 지금 뭔가套菜人吧。像颈髂肋肌对吧？아니 진칼로 치는 그래. 징봐. 胸髂肋肌上来是颈髂，它头最长肌啊。这两条肌，三条肌从这里下来。아니 그 저거 셔팅 같이 좀 멀리 되어라. 所以从这里下来到后面，肌肉从侧面下来，然后拉到后面。아니 셔팅 강내 진짜 원래 위에다. 再转下来，所以这个点是很重要的。就是第帮的被给清理了。所以像我每次都会检查这个点两侧。就是你隔壁的这个帮的他们开始调理了。所以你看我这样压着，我慢慢压进去。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拿了。或是拉扯它一下，确认一下。你可能得天都先能这个来了。哇，有顺到肩膀。这是轮的了，电脑这是轮的。现在肩膀有没有更松？这是轮的了，有。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检查治疗它是要重复性的，不是啊，这里有问题我做一做就好了。你要再检查它的压力改变以后，拉力改变，肌肉的拉力平衡改变以后，它深层的问题会跑出来。就是我这个大家知道的呢，他们这些就没得了，人家真的大概不来了。所以你看这个下面这里面深层的拉力也会对肩膀的紧绷有关系。就是大家了，你讲这个当路就是有点那个这个小这样的咱们都当这个用到了。所以你要做一个比别人厉害的这个推拿师啊，这些都是要重复的练习，你以后才会知道说啊，我要怎么做去解决它深层的问题。就是基本上其实推拿我们现在的也要有效果的，这上面现在用到效果来了。所以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可以解决，让它减轻
至少一半或者更多的时候，当然病人他就会认为你的医术是比外面的好很多嘛，对吧？ 제자니 계속 저런 게 너무 현대 주주 모터 게 저런 게 주제다니 아니 제가 무슨 제가 그게 타토에나 아니 네바기 저런 산나라니 저런 디스 칼로리 멤버 시드니 지레시 상지 레거라라 相对你要做半个小时收500块，就会变得很容易。 아니 저런 비싼나니 주주 제가 제 공간자 내는 디스 레라우 샤가라라 그리고 就这样，好吧，你们练习吧。 아니 좀더 제가 来，我也要做马桶。你要问说会不会捅配？ 나는 근데 다 그렇지 차고도 그렇지不是你先不是按摩，你先检查，然后活动它，看它肌肉的变化。 어제는 그래 좋아하는 정도但是你也这肌肉嘛。